香港特區政府正係主動對接國家15規劃，積極推進 AI+，促進人工智能同建造業嘅深度融合，推動 AI 產業化、產業 AI 化，為建造業注入嶄新嘅發展動力，推動創新科技嘅實際應用，唔單止提升建造業嘅生產力同埋競爭力，亦都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創新科技樞紐嘅地位。喺國家15規劃嘅引領下，香港於創科、基建同產業升級等領域獲得更強勁嘅發展動能。建造業議會積極推動業界善用更多嘅智慧建造嘅創新科技，並透過多元化活動交流同跨界嘅合作，協助業界掌握科技發展新機遇，推動建造業持續升級轉型。建造業議會訂立今年為人工智能年，聚焦8大人工智能重點發展方向，加快推動人工智能同建造流程嘅深度融合，透過引入建築機械人，優化施工質量同提升工地安全，結合低空經濟同智能化技術，涵蓋由測量、監測以至施工等多個工序，推動人工智能貫穿整個建造流程，實現智慧建造嘅全面應用同落地。2026建造業議會國際人工智能及智慧建造論壇暨展覽將會匯集前沿 AI 建造技術同智慧建造嘅落地應用，緊貼市場需求，協助業界應對挑戰。論壇雲集嚟自世界各地嘅業內專家同領袖，深入探討人工智能同建造業嘅融合發展，協助業界洞悉未來趨勢，搶佔智慧建造先機。6月24至25日，2026建造業議會國際人工智能及智慧建造論壇暨展覽。AI 驅動建造，智慧創建未來，攜手引領建造業邁向更安全、更高效、更具前瞻性嘅未來。